大家平安。今天10月8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在当中先来到主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将自己摆上。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上帝。安静。生命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你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浇灌。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让你赐下平安与恩典在我们当中。不论在风浪，在大雨，在狂风，在大太阳下，让我们更加的坚定，安静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让我们不害怕眼前所见所有的景况，让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都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依靠你，让你带领我们走向那应许之地。或许前无路，后有追兵，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到红海之前一样。然而主，你要为我们开道路。主，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你，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向你跪拜，来向你敬拜，恳求圣灵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10月8日，让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11节。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今天上帝的话语。以色列人说：“让我们归向上主吧，他撕裂了我们，也会医治我们；他打伤了我们，也会包扎我们。过2、3天，他会赐给我们新力量，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面前。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他一定会来，像曙光必然出现，像春雨滋润大地。”上主说：“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我该怎样待你们呢？你们对我的爱正像早晨的雾，一转眼就消散，像露水，天一亮就消失。因此，我差派我的先知们到你们那里，传达我要审判你们、毁灭你们的消息。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不要烧化祭。但是他们在亚当城背叛我，违背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基列是一座充满邪恶的城，到处染满血迹。祭司像强盗一样成群埋伏，结伙打劫，甚至出没在通往事件的那条路上，谋财害命。我在以色列看到了可恶的事，我的子民在那里拜偶像，玷污了自己。至于你们这些犹大人，我也安排好惩罚你们的日期。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将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领受今天上帝的话语。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大家怎么来看今天的经文呢？我想，当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或学者会讲到说，其实归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其实，在经文里面一直在讲到的，在圣经当中一直在讲到的说，上帝要赐下恩典，其实也一直要让人民归回，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依然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要归回。在昨天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面，上帝有很多惩罚，然而有很多恩典。上帝要对他们出手，就像前面在讲的，上帝让何西阿来结婚，然后怎么样来对待他的那个太太。其实有很多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做，但是后来有很多的爱在这里面。因此进到今天的经文当中，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说，让我们归向上主吧。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想，以色列人讲的是真的假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人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也都会想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很多人说信主，有很多人说要进到教会，有很多人说要悔改，有很多人，其实很多话我们都会打上问号。其实就像我们在看一般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讲到说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会劈腿，那会不会有下一次？常常都说这次我以后不敢了，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当他跨出第一步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常常有第二次。家暴也是如此，也常常做了一次之后还会有第二次。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常常就是如此，陷入在当中，常常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会回来，我们要回来。但就像今天经文在讲的，很像那雾或露水很快就不见了。所以很像现在我们台湾常在听到的一个词，说人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常是如此。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说，让我们归向上主吧。他撕裂了我们，也医治我们，他打伤了我们，也包扎我们。其实看到这样经文也会讲到说，哇，那以色列人是不是吃定上帝了？我们归向他，我们回来到他的面前，他会惩罚我们，他也会祝福给我们。虽然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会有一些惩罚临到，但他依然爱我们。可以有这个层面的解读，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读。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怎么样做？其实就像孩子回到父母的面前一样，我们回来，他一定会爱我们的，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哇，我们生命是不是常陷入在这当中？我们常常是不是常像以色列人一样，会觉得上帝跟父母都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吃定了父母，吃定了上帝。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而是去领受上帝那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就像那浪子一样，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虽然害怕担忧，但是那父亲也无条件的爱他，让他恢复他的生命。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福音。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许多时候我们犯错了，我们常常在犹豫不决，该怎么做。然而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恩典，就是回来。所以就像以色列这边在讲的，他撕裂我们，也会医治我们；他打伤了我们，也会包扎我们。虽然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回来去领受这美好的恩典。而且他这边讲到说，过2-3天他会赐给我们新力量，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里面。这用正向的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恩典吗？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虽然受惩罚，但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赐恩给我们。在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上帝就大大祝福给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得罪了他怎么样而完全不理我们。
而是在当中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依然祝福在当中。所以在何西阿的时候，也让我常常连接到耶稣所说那浪子回头比喻一样，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上帝就真的这样赐福了，就像那父亲一样，就这样给予了，就这样祝福在当中。所以愿意给，上帝是丰盛的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而也因为他是这样丰盛有能力，这所有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他能够这样子对待我们，能够这样无条件的给予，他永不缺乏。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过2-3天他会赐给我们新的力量，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面前。我相信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来回顾他们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生命的时候所经历的就是如此。所以当他们回顾的时候，会发现哇，这上帝是蛮有权柄的上帝，他这样子恩待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不用这样担忧，我们坦然无惧的回到上帝面前来，不用去担忧这许多的事情，单单的回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这样回应上帝？当上帝呼唤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就这样回来？第3节讲到说，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让我们竭力追求。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竭力追求认识上主吗？你有真的进到这当中吗？所以竭力就是你耗尽了你所有力气，竭力就是像我们来看，之前看那永不放弃的电影，或者是在看很多在比赛的人一样。其实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常常就觉得跑一下就好累哦，不要了哦，快没有空气，我快呼吸不过来了，我就停了。可能只跑了半圈、1圈，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运动选手，他们的训练是：你今天跑了20分钟，接下来可能你要跑21分钟，让你能够超越一点。以前会说，使出你吃奶的之力。以前的奥运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女子，她说：“我用了我洪荒之力。”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力量，而且是耗尽竭力的去追求、去认识。我们常常只是来，就像耶稣在讲法利赛人一样，他会叫人家去做，但他们连一丁点、连手指头什么的都不愿意出，他们连一点都不愿意出。所以在这世代当中，也常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是需要花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需要花时间来服侍，需要花你的金钱来奉献，来让这整个事工能够运行等等，有很多当中你是要摆上的。而在当中，当你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才有办法说你这样奉献，你这样摆上来试看看上帝怎么样祝福在你当中。从那最微小的一点事情开始做。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真的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是连一丁点都不愿意付出，只愿意付出他的口水。所以很多人只会在当中讲，你们这没做那没做，你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有没有愿意进来？其实对我牧师来讲，我常常讲说，你先进来。很多人都在外面批评，但是当你先进来，你才会看到一些景象，你才会知道你怎么样来服侍，怎么样参与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很容易去批评，这都很快。但是当我们能够愿意这样进来的时候，才有办法更多的来认识上帝。而在当中，这边今天经文在讲说，竭力追求认识上主。竭力的去追求上主，竭力的去认识上主，竭力的让你自己参与在当中，更加的认识你所信的是上帝。他一定会来，像曙光必然出现，像春雨滋润大地。上帝一定会来，一定会在这当中，一定会大大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所以怎么样来竭力？当然我们说你好好的过你每天的生活，然后呢，当你好好过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也在你的生活当中先规划一些时间，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读经，来祷告，来默想，也就是来 QT 来灵修，然后让上帝的话来带领你，让上帝的话来调整你的生命，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生命的粮食，让你在当中竭力的去追求上帝，去认识他，花你很多的时间，而不是我交代了，我做完功课了就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的读书也就是这样，有些孩子听完课回来懂不懂一回事，就开始要玩他的。有的孩子回来只是把他功课写完了，有的孩子回来会复习、预习，甚至做评量，甚至做很多的阅读等等的，花很多时间在当中，好好的去更多的吸收这些东西。而我们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说，你当学分要学生的本分，你当什么样的位置，你就要做好你那个本分。然而，当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呢，牧师不要讲了，是不是常是这样子？所以当中在讲的时候，要竭力追求认识上主，竭力追求就是在这样跑步当中尽力的。当我们在看棒球比赛，台湾最喜欢棒球比赛，或者说墨西喜欢的排球比赛也是一样，有一颗球感觉好像追不到了，但是他用尽他所有方式飞出去，跑过去，把那个球接起来，把那个球救回来。哇，很多人很喜欢看那一幕，救回来又可以封杀那跑垒的，或者说救回来，然后又可以做球杀球得分。常常会觉得，这是很精彩的一刻，不单只是打那全垒打而已。很多人在打球，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都在追求打全垒打。都会觉得全垒打完是最厉害的，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并不单单只是全垒打完是最厉害，而是在许多时刻都有他经典的时刻。你怎么样去尽力的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上帝把这样美好的恩典恩赐给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好好的去使用它？当我们在看耶稣在讲那比喻5000、2000、1000领受到这些的仆人的时候，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你有5000、2000、1000，更重要的是在于你有没有好好去运用你那手上的5000、2000、1000，你有没有好好去运用，竭力的去运用你手上的恩典、恩赐，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这边讲到说，让我们竭力，我们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气。现在人也很喜欢说用到紧绷，没错。把你所有的用到紧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办法更多的认识这个上帝。不管是你在服事、在奉献、在分享、在读经、在 QT 等等的，在许多事情当中，用尽了所有的方式，让你更加的认识上主，去追求认识上主。而在当中，他一定会来。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第1节到第3节，也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经历，他们这样的回应。第4节这边看到上主的回应，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我该怎样带你们呢？我该怎样带你们呢？其实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回来问：我该怎样对你呢？其实有时候反问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挣扎犹豫，他想要得到他的，但是他也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其实就像有几次的分享在讲的一样，其实在现在的很多人，很多的民意代表，很多我们看得到这些人，其实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但就不去做。这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知道的善，我偏偏不去行；我知道的恶，我偏偏恰要去做。这就是人。而我本生命也常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常用这个当借口，我们就只是人啊。所以当面对到这样的反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想，那该怎么样对待呢？
这边讲到说，你们对我的爱正像早晨的雾，一转眼就消散，像露水，天一亮就消失，很快哎。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确实从创世纪一路读到现在到先知书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很像是这样子。上帝祝福他们，当他们哀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就说变就变，很快。所以在当中，就像这段经文在讲的一样，你们对我的爱正像早晨的雾，一转眼就消散，像露水，天一亮就消失，很快，一下子而已就没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爱是如此吗？我们常常说爱是永无止息，爱是不止息。但是是不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是不止息，是上帝的爱不止息，然而我们对人的爱，对上帝的爱，我们的爱似乎一转眼就消散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这样在对他的子民在说，你们对我的爱一转眼就消散了。因此我差派我的先知们到你们那里，传达我要审判你们，毁灭你们的消息。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差遣了很多人，很多的先知，很多上帝的神的人来到人民当中，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宣达上帝的心意，要拯救，要审判，要毁灭。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在当中，而在这当中很重要，就是要让人们归回，让人们归回。因此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在看到第6节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常常错误的解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常常错误的解读别人的话语。当上帝让摩西来颁布这样的祭祀、这样的献祭的时候，其实那种心意并不是说我喜欢这些味道，我想要这些东西，而是它更重要的是，我要你们回来，我要你们回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不也就是如此吗？我期待孩子回来看看我，他们没有带什么东西都没关系，我只要看到我的孩子回来，他们平安的回来，这样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那种交换条件，单纯的你们回来，回到这当中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陷入在那种交换条件里面，所以我们也听到有些人在讲说，这些孩子他回来只是为了要拿钱，他回来只是为了要得着什么，也没关系，重点是我要他回来，我看看他让我看看他好不好，至少有人在关心我。现在有很多的年长的，有很多爸妈的想法已经走到这边，已经退到一个程度，他要的我可以给他，我能给的我尽量给，重点是我要看看他。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如此，常常觉得我的子民回来，我的重点是你们回来，我的重点是你们的归回。但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不是这样，常会觉得上帝要我们献祭，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就像这时代的人会觉得上帝就是要我们奉献，哇，教会就是要敛财，就是要我们多奉献，这样教会就很有钱，可以怎么样。确实有些教会也走偏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就重点就是我们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归回是最重要的。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很多事情都摆错重点，都错误的解读。所以这句经文在讲到说，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我要的是我的子民认识我，而不是要生祭，不是要烧化祭。所以这当中也就像是上帝透过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
听命胜于献祭。所以那关系更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坚定的爱，子民的认识，而不是那种生计，而不是那一种烧化剂。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对上帝而言，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常常错误的解读，觉得来到教会就是要这样子。就像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些奉献才能进来？很像要收门票才能进来，我要付出什么我才能进来？并不是如此，而是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连结，我们跟上帝的认识。这当中他讲的是这样坚定的爱，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所以前面也在讲到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上主。所以我们常常摆错重点，重点在于跟上帝的这些关系，坚定的爱，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我们怎么样表达对上帝的爱？在服事当中，在小组当中，在团契，在聚会里面，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去表现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而在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灵修，每一次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也都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上帝。这边讲，但是他们在亚当城背叛我，违背了我与他们立的约。其实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跟人们有立了很多次约，但是其实那种约一直以来都是在讲的是，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上帝。或用人民来讲，你是我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的这种约。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在违背这个约，他们却拜许多别的神，离弃了，甚至会觉得那不关我的事。就像我之前在讲了，我遇到很多学生一样啊，那个教会是我阿嬷的教会，是我妈妈的教会啊，那个对，那是我们放假才去，什么时候才去的？什么团契主日学我不懂。所以我们常常陷入在当中，我们没有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甚至有很多父母是把孩子赶离教会。什么叫赶离教会？也就是啊，你就去补习啊，主日学没关系，团契没关系，就是去补习，好好考上学校，好好把你的成绩读好。重要的都在于前面眼前的课业，不在于人的关系，不在于信仰。然而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回来看啊，牧师都没有关心我们家啊，是当中我们教会都没有关心我们啊，这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前面我们都已经把人带离开教会，都把孩子赶出去。甚至我也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很爱来教会，所以他还要偷偷摸摸跑来教会，不能让他爸妈知道他来教会，他没有去图书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人常常会离开，甚至把人带离，甚至把人赶离这个地方去。所以这边继续在讲到说，基列是一座充满邪恶的城，到处染满血迹，几时像强盗一样成群埋伏，结伙打劫，甚至出没在通往世界的那条路上，谋财害命。这样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中世纪，层出不穷。现代呢也很多所以上帝的子民也一直陷入在这个状况里面。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陷入在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陷入在那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些人们一样，这些祭司一样，像强盗一样成群的埋伏、结伙打劫，甚至出没在通往世界那条路上，谋财害命？所以上帝才会说，我在以色列看到了可恶的事，
我的子民在那里拜偶像，玷污了自己。所以这整个来看，也会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我的家中，你们这些人没有去做你当做的事情。祭司要做的是怎么样？是要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来敬拜上帝，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而不是去打劫，而不是去谋财害命。看到前2天有人在分享，有一个记者在分享说啊，有一场就任，有一个牧师他的分享，在讲到说这个牧师很有能力，这就任的牧师很有能力等等的，也讲到说我们要谨慎的是，我们不要失焦，我们重点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而不是在抢位置，而不是在做那些谋财害命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一路这样走过来之后，常失焦了。就像我们在看中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一直在抢那个位置。我还记得以前在台南的时候，也听过有一个牧师，他到处跟人家说，我同学都讲，我同学都已经当中委了，当议长了，言下之意就是说应该要轮到他了。然而他还等了10几年，终于让他做到了。而对他来讲，在我的看见里面，他好像也没有好好去牧养他的教会，也没有好好去牧养他的家庭。他好像只是要让人家看到他很厉害，拿了一个教钵，然后到处想要去兼课，但是好像也兼不了多少课，就又没了。在这里面，其实他一直没有抓住他该要做什么，他一直想要去抢那个不属于他的位置。或许他拿到了，但他的生命里面，就像有一个牧师他分享的一样，很多的牧师，当他做完了中会议长、总会议长，他要离开他的教会，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本分了，他没有好好去牧养他的教会，牧养他手上的羊，他眼中所看的就是一直在抢那个位置，去抢他所要的利益。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祭司也是一样，他们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牧养上帝交给他们的羊群，而是他们一直在追求那些利益，想要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想要得着更多。而这样过程，我们看到在以利、在撒母耳他的孩子身上也都这样出现，他们甚至去抢人家献给上帝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事情过程之后，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做，常常说我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我没有经历上帝。第10节边说，我在以色列看到了可恶的事，我的子民在那里拜偶像，玷污了自己，他们离弃了上帝。其实许多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教会在哪个地方，他们都在追逐那一些，哪边有利益往哪边去，往哪边钻，他们生命里面根本就不信神，这只是他们操作的东西而已，哪边可以操作起来就往那边去。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哪边最有利益，应该不会是教会，有可能你目前的利益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组织，教会组织的院长或高层人员，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哪个学校的校长、哪个医院的院长、哪个高层，或许他是上任的那一年才受洗，或许是他之前受洗的，似乎也当了执事长老，但是当中或许都是名义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在选长职，是在看到哇，他是总经理，他是医生，他是怎样，所以选他当长老执事。然而这些人他们没有那种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就像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谁已经受洗了，谁有来过教会，谁那一年有来过教会。其实这也是牧师在讲的，我们常常用最低标准
用最低标准在要求自己，或者在选长子，然后用高的标准在要求其他人，用高的标准在要求牧师。其实我们都要把这标准拉高来看，我们怎么样来拣选我们的同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工能够合于上帝的心意。当我们的同工能够走到那边的时候，弟兄姐妹才有机会看到榜样来跟。如果我们的同工只是用最低标准来选出来，那弟兄姐妹就像之前牧师在分享的，在列王记里面看到2条基准线，一条是大卫的基准线，一个是伊罗波安的基准线。当他带着大家往伊罗波安的基准线的时候，那最高的分数也大概就是那边，少数有几个会持守更好的标准，但是我们看到总平均下来，大家是在追求那条线，而伊罗波安那条线是负的，是离弃上帝的。而当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才会在当中我们看到说，我在以色列看到的可恶的是，我的子民在那里拜偶像，玷污了自己，因为他们的最高标准就是耶和华那条线，他们都去敬拜金牛，甚至带了许多其他的神明进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这样子。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色列不该都是犹太人吗？不是都该信犹太教吗？但是我们看到列王记的时候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是在拜别神的，只有少数一些人还抓着以前耶和华的信仰继续的跟随。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看到了可恶的事情，我在他那边看到可恶的事情，人民在拜偶像，玷污了自己。然而犹太人也没多好，这边讲到说，至于你们这些犹太人，我也安排好惩罚你们的日子。因此在当中，让我们来看，在这整个生命里面，我们能不能竭力的来追求上帝，竭力的追求认识上帝，让我们进到这当中，竭力的去追求更多的靠近上帝，更多领受上帝的话语，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不要让我们玷污了上帝，玷污了自己，不要让我们离弃了上帝。这边讲到说，你们以色列人对我的爱，如同那云雾一样，如同那露水一样，太阳一出现就消散，就消失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对上帝的爱也是如此吗？很快就消失了吗？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对上帝的爱，让我们竭力的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他一定会来。所以很重要，第3节讲到说，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在第6节，上帝说，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不是生计。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不要烧化祭。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
现在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是无止境的。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想法在做着许多的事情，我们也常离弃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去经历你，去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爱。主，我们要将这许多事情都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领受你的恩典与浇灌，让我们愿意竭力追求认识上主，让我们用尽我们一生的心力来追求更多的亲近你。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生命有足你的恩典，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看到那些仪式，看到那些东西，看到那些金钱，而是让我们就像今天的第6节讲的，让我们用这样的坚定的爱来回应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而不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子，你说他们的爱就像那云雾，就像那露水一样，转眼成空，转眼就消散消失了。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亲爱的主，我们要将我自己交在主你手中，帮助我更爱你，帮助我更认识你，帮助我更多的依靠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服侍你。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竭力的来追求，来认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恳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来领受上帝恩典。愿上帝赐福于你。